本土语言渐渐没落，台南市这位民进党籍的议员，上午协同成功大学、台湾文学系教授蒋维文以及民间团体，共同举办争取公共电视台语台的总部迁徙到台南的记者会。一方面，除了重视台语文化的传承，另外嘛用个创造就业，并行南北媒体的发展。咱今仔日主要是要建议讲，咱公司台语台会当规个总部刷来咱台南啦。为啥要希望伊当刷来台南呢？因为咱嘛知影咱这南北的这个媒体这方面发展无啥平衡，会使讲所有媒体较大的媒体拢伫台北咱南部会使讲拢无尤其是咱公司台语台，若讲到台语文化，其实咱台南会使讲是台语文化的首都啦。自古早到今嘛是人口上济譬如讲像咱台湾的第一份的台语报纸嘛是伫咱台南发行的台湾的新闻嘛啥拢为咱台南开始。咱台南会使讲是台语文化的首都啦所以咱是感觉讲这个公司台语台总部哪会当刷来咱台南呢？安尼会对着这个整个咱讲要推动这个国家语言发展，应该有真大的帮助。阮希望会当来争取，是毋是透过台南市政府由阮民间团体，咱先来推测，由台南市政府咱来发声，来争取公共电视台的台语台，甚至是因的总部会当来伫咱的台南来开始设置。伫遮第一，咱就是希望讲，第一咱来抢救咱台湾文化，咱台语文。咱的重视度。第二，咱嘛毋茫透过这个产业的进驻了后，咱的人才甚至是有需求的时阵，大家较会去重视，遮的人才嘛有未来发展的空间。第一是正支持咱教授的这个建议，望公共电视台语台，会当来到咱这个台南来设立。第二个部分，这老实讲使人感觉真不可思议，因为台语就本来是咱的母语，本来就是咱的根本所以这个部分，咱嘛望会当借着这个台语台的这个设立争取，会当继续来推广咱本土语言的这个教育。会中出席的除了民意代表加民间团体，另外市府文化、教育加新闻国际关系处嘛拢派人出席。对着争取公共电视台语台的总部迁徙台南，拢表示支持。至于地点的位置，目前成功大学台文系嘛表示愿意提供周边的空地来起办公大楼，各界嘛拢乐观其成。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